你要是敢出兵，我就休了你。笑话！休书，我先休了你，我忍你很久了。芊芊呢？我要见她。这是芊芊写给你的休书。她一定有事瞒着我。要不就是你从中作梗，小仙不会这样对我的。芊芊说过你不会死心，也罢，我可以让你们见上一面。少君，少城主在里面等你。为什么？修复能有为什么？无非是倦了、厌了、不喜欢。还想拿休书说事呢？你不要生命主人熟饭吗？那也来吧。你。